继续来看国民党摕到一份外交部的秘密文件，讲苏家全甲伊的侄仔，也就是民进党的立委苏贞昌，2017年到印尼去参访，但是这个行程外交部根本就唔知影，互人质疑是要插手国营事业，从中来谋取私利。苏家全来回讲，日期甲内容完全错误，再去委托律师提出告诉。绿色的。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的委任律师去台北地检署要告。凭着一篇日期与内容完全错误的幻想文，硬是无中生有编撰故事，完全没有善尽查证义务。大动作要保卫清白，起因是国民党出的一份外交部物件，来源是驻印尼代表处。苏家全甲伊的孙仔，民进党立委苏贞昌，也有国营事业单位人员陪同之下，伫2017年底去印尼，因为这个行程无通知外交部，被质疑讲是为了私人的好处。如果是光明正大的参访，为什么事前经济部不知道，事后也没有按照规定提出出国报告？推动新南向政策，为什么从国家队变成输家队？因过苏家全提出2017年出入境的资料，强调讲迄一年无去印尼。国民党是强调讲是日期唔对尔，内容并无唔对。苏贞昌嘛甲国民党话讲，唔通乌白造谣抹黑。里面的日期很明显的出错，如果大家没有记错的话，你们可以去回想当初的宇昌案，也有这种文件被篡改的情势。我们没有一定要让外交人员陪同因为我们要拜会他们的副总统，有政治上的因素，所以希望我们低调。双方是隔空对呛，说来就交好法官做裁决。